高原总可以吧？来一句，来，我给你起个头。好，是谁带来？歌词搞忘了。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足遗憾？难道说还有不远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歌词搞忘。没关系，已经很棒了，能够知道咱们的藏歌。来，大哥，请这边请，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来，下一位。下一位，再次给大家说一下咱们的这个送出的免费的有什么哈？有我们免费从成都天府机场乘坐到我们九寨黄龙机场的单程那个机票1张，加上我们黄龙沟景区、慕尼沟景区免费门票1张，以及我们松潘古城免费门票10张，卓克基免费门票10张。好的，大哥欢迎您。谢谢。那我现在也简单提个问啊，您知道到我们黄龙主要看什么吗？看那个五彩池。哎，回答正确。那除了五彩池，还能看什么呢？雪山渡江。5月的雪山渡江，7月的雪山兰花。哇，太棒了！这个大哥一看就是听到我们的推荐的，特别棒，非常感谢您。来那边就是登记一下，您也可以获得我们的免费门票。谢谢谢谢。好，不客气。来下一位，请踊跃登场。哎，是个小妹妹哈，特别好。Hello， 小朋友你好，好，非常欢迎您。那现在刚刚有没有听姐姐的推荐呀？好的，那您知道我们的就是黄龙景区和我们的松潘，我们黄龙在哪个地方？在松潘。那松潘有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去到松潘要看什么呢？我们去了松潘要看那些那个植物，还有动物。还有我们松潘有什么？还有古城墙。哎，对的，要了解我们松潘悠久的历史哈，特别棒！欢迎您到松潘去感受1000年文化哈，特别棒！来，请下台，小妹妹也很棒。来，最后一位幸运儿，请上台。最后一位，没事儿，我们这个完了，这儿来5张，但是现场的所有嘉宾朋友们不要走开。最后我们马尔康市结束之后，我们还有5套要送出去，大家敬请期待。哎，你好。你好，你好。哎，你好，大哥。就是也是问您一个简单的问题，您知道去往我们阿坝州有哪种方式吗？现在？不是，我就是出去旅游的，到黄龙去玩。去黄龙已经玩过了，那您是？这现在就去。可以。您是通过什么方式去的呢？我坐那个旅游团啊去。旅游团就坐大巴车去的。那现在呢，我可以给您就再普及一下，咱们黄龙啊，咱们松潘呀，咱们阿坝州啊，已经是通高铁了。接下来我们仅需要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直接从我们的成都到达我们的黄龙九寨站。然后大哥，您现在就是知道我们黄龙九寨就是看什么呢？就是我们有5个人出去。还没有去，就是今天到这里旅游玩一下。我是那个没关系，但是到黄龙已经旅游过，对不对？黄龙好不好玩？挺好玩，我就过了呀。对的。我没有来的。哎，九寨沟美不美？黄龙美不美？美。好，非常感谢大哥的认同。来，请下台领奖。OK， 非常感谢。好了，那现在呢，我们把舞台还给我们的演员们，然后现场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请不要走开。等一下，我们马尔康市推荐完之后呢，我们还有5套门票要送出来，大家敬请期待。好，谢谢我们的文旅推荐官。刚才的这个互动啊，我相信大家可以去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了。接下来我们进入我们的非遗的展演环节。接下来为各位介绍的是我们的藏族多声部民歌。前面我们已经听过我们的羌族多声部民歌了，藏族多声部民歌呢，它遗传于我们松潘县的各个乡镇当中，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我们的肉沟。这个沟啊，它是深藏于山谷之中，所以呢，它保留着远古的表演形式，流传至今。羌族多声部又叫做托马才谱，意为呢高歌低歌调。
热雾沟呢，多声部音乐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它也是松潘所有藏族山歌的一个缩影。在一年四季当中呢，他们的习俗活动当中都会有特定的类属的歌种，比如就是我们的藏族山歌。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一家人的传承，他们是由4位构成，其中他们有妈妈、有儿子、有妹妹。当然，在这一家当中，我们看到了传承和坚守。各位，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藏族多声部演唱。
谢谢四位。刚刚我们看到的是我们松潘的非遗项目，当然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不仅是我们阿坝州松潘呢非遗的，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祝福。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屯兵将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而出征，让我们斟满这祝福的清客美酒，为勇士们壮行祈愿凯旋。在直播的你们不要呢。加入一三年，一再不休。加入花马，加入一早，加入花马，你咋个干个干？
嘉荣文化中，火塘不仅提供了温暖和光明，还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嘉荣锅庄舞是中国圈舞的活化石。在马尔康举办的嘉荣锅庄节，因舞姿独特优美、参与人众多而荣获世界吉尼斯颁发的规模最大的嘉荣锅庄展演活动奖。火塘与锅庄舞相互依存，体现了嘉荣儿女对传统非遗文化代代相传的珍视。
就是啊，像你一直骗了个人。他没得那个证件，只带到个手
谢谢两位。刚刚我有讲过，说松潘是一座历史名城，从明洪武年间就置县啊，到如今也有几千年的历史。松潘除了是一块历史名城之外，它还是一片红色的热土。红军25000里长征在川主司镇留下了红军长征纪念总碑，恢宏地书写着长征的恢宏篇章。接下来呢，我们用一个歌舞的形式展示一下我们的松潘。这首歌曲的名字叫《这里是松潘》，掌声欣赏。江水在前，抬头就会看见最蓝最蓝的天。琴弦拨动，歌谣久远，我们一起把生活承载。花儿盛世，灯火人间，相逢就是我们最深
好，谢谢四位。当然，今天是我们非遗的专场，我们将有些歌曲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展演的过程当中。目的呢是想通过非遗这样的一个专场，来让大家尽情的去了解和欣赏我们松潘聚美这4个大字。当然，我们过多的语言不足以形容我们聚美这几个字儿，也需要各位亲历走进我们松潘，去感受那里不一样的美。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首歌曲，我们藏族的山歌啊，我们有句话叫“会走路就会唱歌”。当然，毫无疑问，藏族山歌肯定是在我们藏族这一群体当中产生的一种歌舞的演唱方式。藏族山歌的代表人无疑啊，就是我们的扎西尼玛老师了。扎西尼玛老师呢，他是我们非遗的展演的传承人，川西藏族山歌的代表性传承人，被誉为山歌王子。他呢是原生态歌手及音乐人，藏族民间音乐数据库藏音库 APP 的创始人，中国藏族山歌会、中国藏族山歌传承邀请赛暨中国藏族山歌发展研讨会创办人，中国民间文艺奖山花奖的金奖得主。今天他为各位带来的歌曲是《阿香罗罗》，来，各位掌声有请他。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会儿给大家带来一首新创作的一首歌，叫做《阿香罗罗》，来听得到。
端正齐，再给得了。这什么名字？好，谢谢你马老师。我相信各位都有一双会聆听的耳朵啊，好不好听，各位？谢谢啊。我们扎西尼玛老师，大家应该在很多的节目当中应该看到过他的身影啊，是我们松潘的本土的歌手，非常有名。好了，各位，刚刚我们听了一首藏歌，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松潘的回族。我们松潘呢又被称之为回族花灯之乡啊。回族呢是一个爱花、弹花、唱花、舞花的民族，因此呢，它又被称为松潘舞花的民族。民间称之为耍花灯，它大量的吸收了回族宗教的一些信仰、民俗的艺术的文化养分，传承至今。花灯舞是回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融合了民间的艺术、舞蹈、音乐等多种元素。回族花灯舞便是绽放在川西高原上的一朵绚丽芬芳的艺术之花。2011年，松潘回族花灯被列入为四川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后来呢，便命名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花灯之乡。接下来，我们将邀请我们一些小朋友为各位带来跳花的花儿。来，各位，掌声有请。有点拍不完。这啥？扎西啥子嘛？听到了吗？扎西尼玛老师。我是唱花的花呀，山柳叶叶青鸟，山鸡蝈蝈黄，清水湖的蛙鸣声悠扬，一片层层高柳，一滩朵朵白。
谢谢，谢谢各位小朋友。好，各位，我们今天谈到这个非遗这个话题啊，这个目前不仅是我们，比如说阿坝州也好，松潘县也好面临的问题，乃至是我们中国的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非遗传承人的问题。年长者有这门技艺，但是再往下走，没有人传承的问题。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表演呢，是我们的藏族多声部。他呢，表演者他是一家人，有妈妈，有儿子，还有妹妹，在他们身上我们能看到传承和坚守。来，各位一起来欣赏藏族多声部民歌。
谢谢4位非遗传承人。当然，我们今天在舞台上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精简版的一些非遗的内容啊，因为他们都很多的表演方式，也有很多的内容。由于时间的原因呢，我们没办法向大家逐一的一段一段的给大家展示，只能用这种精简版的方式让大家初步的了解一下。好了，接下来呢，我们走进我们高原上去领略一下这里的姑娘们。说这个藏族舞蹈啊，区别于其他的舞种，很明显，因为它独特的步伐，还有它豪迈的步调，区别于其他的舞种。各位一看就知道了，来吧。我美女来了。这准备都拍出来。谢谢美丽的姑娘们。好了，各位，讲不完的故事，读不完的历史，松潘曲美需要各位在场所有的朋友身临其境，走进我们松潘去细细的品读。在这里，我们也热诚的欢迎在场以及全国的观众能够走进我们阿坝，走进松潘，去走一走，看一看，读一读，聊一聊。我们今天松潘非遗展演的片段告一段落，各位，接下来大家欣赏到的是阿坝州马尔康市的非遗展演时间，各位掌声欣赏。从远古到今天，宝藏因时代而不同，用时代书写马尔康的传奇与未来。宝藏之地，马尔康。哦，你那个也可以插了就可以了。相机充电。现在这开始，这儿开始是马尔康的，上面那个是松潘的，二期的是循环嘛，就是这个今天的嘛。晚上那个也没得贴出来的，晚上是5点钟到6点。
马尔康位于四川省西部，这里被誉为宝藏之地、嘉绒文化的故乡。马尔康不仅有着独特的人文风情、秀美的自然景观，还有深厚的嘉绒文化底蕴。其中，非遗文化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马尔康。唐卡是藏族文化中一种独具特色的绘画艺术形式，被称为藏族的百科全书，也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中弥足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火塘是藏民族家庭生活中最为重要的位置。火塘上方为贵宾席位，供客人和长辈就坐。中年烟火缭绕，烧茶煮饭，烤火取暖。当结束一天的忙碌，一家人围着火塘，聆听长辈讲述火塘故事，赞美新时代里高原儿女美好的幸福生活。头帕是嘉绒藏族女性着装的主要装饰之一，用七彩丝线编织的美丽图案，代表着勤劳的生活习俗和善良的审美观念，展示出嘉绒女性的巧手智慧和品味，更体现对幸福生活的赞美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藏族人民在喝青稞酒时，都会为远方的客人献上洁白的哈达，唱一首阿拉羌瑟，以表示对客人的欢迎和祝福。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的屯兵将士们为了保家卫国而出征，让我们斟满这祝福的清澈美酒，为勇士们壮行，祈愿凯旋。嘉绒130，一再不输。嘉绒航班，嘉绒130，嘉绒航班，你咋更看更看？
当时是听那个，我觉得听得很好玩。我看他从1张开始唱吧。
来烧茶烧馍馍。
在嘉荣文化中，火塘不仅提供了温暖和光明，还是文化传承的重要场所。嘉荣锅庄舞是中国圈舞的活化石。在马尔康举办的嘉荣锅庄节，因舞姿独特优美、参与人众多而荣获世界吉尼斯颁发的规模最大的嘉荣锅庄展演活动奖。火塘与锅庄舞相互依存，体现了嘉荣儿女对传统非遗文化代代相传的珍视。
这个盘子。对，等你。手机发的，手机发的。10点半，2点半开始，3点半。还有一个噻。没有，它只有2点半到4点半，3点半就结束了。你看这个嘛，没有别的就可以了。来，找个嘉宾这个。特别是不得用就跳得好嘞。好滑了，结果好久啊！结果鉴别群里面发的。发了没？就早上他又来了的，空气在这边。当时来了。早上来了的，他这个其实他跳了以后，商量的叫他去。他来就是他那个现场哦。哎，下场的。中国一站等于是40号。3、2、1，开始。各位观众，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成都市宽窄巷子。现在这里正在举行的是了不起的阿坝非遗，阿坝州藏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展演周的活动。刚刚在台上结束的是来自阿坝州马尔康县的非遗。刚刚重新开始。好。刚刚在这里结束的是阿坝州马尔康县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嘉绒藏戏的表演。在这个会场当中，不仅仅有前面站到的要请往边上一点。在这个会场当中，不仅仅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这个展演中。